诗篇第81篇，阿萨的诗，交予圣乐长用加得的调。上帝是咱的气力，着大声称赞伊，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，着唱诗歌，摇玲珑鼓，弹好听的琴甲瑟，着伫初一十五，咱做期的日分扫角，因为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的上帝设的礼仪。伊攻击埃及地的时，有甲以色列的子民立约。伫遐，我听见也毋捌听到的话。上帝讲：我将因肩头顶的重担刷开，互因放落手所竿重的篮。恁伫患难中求救，我有透放恁。我对雷得弹的密云中应答恁，伫米利巴的水边试验恁。我的子民啊，恁着听，我要警告恁。以色列啊，我偌年仰望恁听探我，恁中间毋通有别个神明，外邦的神明，恁毋通跪拜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，恁的喙着大开，我就互恁饱足。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，以色列拢毋插我就出在因心意，互因照家己所爱去做。我偌年仰望我的子民听探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路，我真紧就会制压因的对敌，用手倒决攻击因的敌人。万分上主的人会伫伊面前衰退，因会永远受刑罚。上主要用好的马，互以色列食，用对石盘出的蜜，互因满足。